你知唔知你喺度消磨緊時間？唔係消磨緊一晚半晚嘅時間，而係消磨緊你未來幾十年爭取自由嘅本錢。大家好，呢度係零度現實，請你回想一下，你上一次靜下心來，認真為自己規劃一個財務目標係幾時？我估大部分人嘅答案係從來都冇。點解呢？其實呢個又唔可以講話係你嘅錯，亦都唔係單純因為你害怕失敗。現實係，當你每日為咗份糧耗盡所有精力，受老闆氣應付麻煩客戶，收工之後拖住個攰到極點嘅身軀返到屋企，你個腦唯一渴求嘅就係放鬆。你會想打開手機睇下啲社交平台，打鋪機，或者係食返餐好嘅，靠多巴胺麻醉自己。喺呢種日復一日嘅消耗裏面，你基本上連喘息嘅空間都冇，邊仲有心力去諗10年、15年後嘅目標呢？我哋由細到大，從來都冇人教過我哋要點樣去設定一個人生目標。你諗翻以前翻學，學校教你數學，教你歷史，但從來冇一科叫做人生規劃。講得再專業啲，就係叫做財富藍圖。因為現代教育系統嘅底層邏輯，從來都唔係話要培養你去掌控自己嘅人生，而係令咗為你成為呢個社會嘅齒輪，以及批量咁去生產聽話、守規矩、準時翻工嘅你。喺冇耳濡目染、冇人引導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就咁順理成章咁樣跌入咗呢個社會為我哋準備好嘅軌道，翻工、出糧、消費、找卡數，然後繼續翻工。目標，你嘅目標就係每個月準時還清條卡數，呢個就係窮人思維嘅死胡同，亦都係呢個社會帶俾我哋嘅陷阱。喺零度現實呢個 channel 裏面，我一直強調，我哋作為普通人，我哋想翻身嘅話，靠嘅就係極致嘅紀律，而紀律係需要一個強大嘅錨點去固定嘅。請你由今日開始設立一個看似遙不可及嘅目標俾自己。我舉個例，如果你嘅目標係15年後買一層價值1000萬嘅物業，當你將呢個數字寫低釘死喺你個腦裏面，呢個1000萬就會變成咗你行為嘅準則。為咗達到呢個極限目標，你會逼自己發揮最大嘅潛力，去尋找增加收入嘅方法，去極致咁去控制無謂嘅開支。相反地，如果你將目標定喺一個非常之容易達到嘅水平線，甚至根本係冇目標，你所付出嘅努力，你對抗誘惑嘅定力，絕對係會大打折扣。目標定價決定咗你付出嘅代價。一個極高嘅目標未必可以保證到呢100% 達到，但佢可以確保你喺沿途唔會輕易咁樣妥協，將你嘅潛力壓榨到極限。我哋改變唔到過去被剝削嘅時間，但我哋可以決定到聽日嘅方向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我希望你今晚熄咗手機之後，俾自己一段完全安靜嘅時間，唔好理身邊嘅噪音，認真咁去諗一個屬於你嘅終極目標。呢個目標唔可以得個講字，必須要夠具體。例如話，第一，定下一個明確嘅買樓時間表，為未來嘅供樓開支提早建立好資金安全線，唔再受無止境嘅租金剝削。第二，規律地咁樣買入優質嘅核心 ETF， 目標係累積一個每個月可以產生穩定現金流嘅組合，用嚟全數覆蓋你嘅基本生活開支。第三，或者係更加極致啲，設定自己喺10年之後要達到1000萬嘅資產規模，徹底買斷自己未來嘅時間。咁當然以上嘅例子，你可以因應翻你嘅背景能力去作調整。無論你嘅目標係邊一種，請你將佢明確咁樣寫低。當你嘅腦入邊釘死咗呢個具體嘅畫面同埋數字，社會上嗰啲精心設計嘅消費陷阱、短暫嘅虛榮感就無法再動搖到你。去到最後，如果你認同呢一種直面現實嘅理財哲學，準備好建立屬於你嘅紀律，請你幫我撳個 like， 訂閱呢個 channel， 同埋打開隔籬嘅鐘掣，確保你唔會錯過下一次嘅清醒時刻。亦都希望你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嗰啲需要睇清現實嘅朋友。我哋需要更多清醒嘅同路人。我哋唔喺虛幻入邊沉淪，我哋喺現實裏面見真章。呢度係零度現實，我哋下次見。